看是在地新闻，后来乡亲啊，即摆是热天转秋天，这个季节咧转换，较会感冒，皮肤嘛较干燥。中医师讲，会当加食一寡甘水有价值的食物，像这个木耳，像这个莲藕等等。天气渐渐啊凉冷，季节交换，较会互人感冒，或者是皮肤痒。也有很多人会有一些湿疹，然后皮肤干痒也都会比较容易出现。那这个都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导致了人体的一些变化。中医师就讲，秋天开始变干燥，体内的水分变少，就较会打扫，皮肤打痒，会当靠食食来改善。秋葵啊、山药啊、莲藕、银耳、木耳这一种就含有胶质黏液多的食物相对来讲可以比较容易这个增加身体的水分然后滋润一些肺部减少那种秋天燥咳或是皮肤干的状况出现。民众除了喂食了滋润细胞，早暗温差大，民众出门买加套衫，人若真正无爽快，问医生会较安心。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